一礼拜五就是父亲节咯，人力银行调查指出，讲有4成的爸爸负责处理所有的开销，阁有真侪爸爸拢已经超过5档无加薪咯。有将近9成的爸爸讲，因无法度兼顾工课甲家庭，日子是过甲真忝。8月初8就是一年一届的父亲节，不过照人力银行的调查，有到8成7的老爸无法度兼顾着家庭甲头路，也甚至数是来到81分，创下6年以来的新高。真的薪资没有很高啊，然后物价一直在涨啊。根据了解，将近4成有头路的老爸是单身家庭内唯一的经济来源，另外有6成较起是属于双薪家庭。不过，这群老爸平均5.1年拢无加薪，创下12年来上悬的纪录。还有一半较低的老爸，薪水拢照用伫厝内，并无咱3用的收费啊。一方面又想求稳定，一个安定性；那2方面你不去跳动的话，那又职场老员工就是加薪的机会，自然会比其他年轻的员工低。那老爸压力大，有12家银行等单位做伙做金融调查，发现35岁以上的民众，着担当照顾时大细囝的双重责任，会使讲是挂包世代。另外有到41%的照顾者并无做财务规划，生活上爱兼顾工课甲家庭，处理被照顾者情绪的问题，搁爱负担较好的开销，互因感受到真大的压力。如何协助这些三明治世代，他能够不要因为家中的照顾家中的长者而离开职场？我想这是个蛮重要的。专家讲，少年世代会当选择不爱结婚，也是不爱生囝。不过，有缘爱担当照顾时大的责任，呼吁政府会当整合长照体系甲外籍看护，提升长照的功效，减轻照顾者的照护压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